民众到合欢山去佚佗，经过台14架线，发现路边有一丛树仔特别挺、特别青翠，甲边仔的树丛真无共款，真兴奋，赶紧停落来翕相。想袂到行到这个树骹一个看到有挂两个仪器，才发现讲原来这个树仔是假的，规个心拢凉去了。管理处是来回应讲，这是一座的基地台。为着要来兼顾着自然生态的景观，才甲造成着大树的造型。去年启用了后，是有效来改善着当地通讯甲救灾的时效。这丛树仔真大丛，含别丛皮，伊特别青翠，嘛真显目。有民众来到合欢山，经过第14架线鹿营山庄附近，看到这丛树仔，赶紧落车想要翕相。不过一个wat近，才发现这是一丛间谍树仔。伫咧树仔顶，若挂插满电线机器，每一支树花嘛拢真无自然，根本就是一丛假树仔。看到的绿不一样因为我是学美术的，我对颜色特别敏感。把车子开到底下林道的入口，往林道走进去，发现就是一个基地台。实际伫咧Google地图顶找找，原来这是一个著名翕相所在，真侪人拢去这丛青翠的树仔成过翕相。太管处嘛回应，甲基地台包装做一丛大丛的树仔，是为了配合当地景致。2家电信业者共构的他们也非常用心，为了要融合现地的地景，它每棵圣诞树造价就花了500万。太管处讲，去年年初基地台启用了后，若改善当地通讯，对救援人员紧急联络嘛发挥真侪功效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。